有这个登山客到塔塔遮行路健行，拄着高王率领着高阵来阻挡，最后不得不只好退转去。登山客讲，因是伫个往大铁山方向的步道，拄着一阵台湾山猴，可能是因为有这个高某带着高仔囝，所以这个高王一看到有人挖近，就直接冲过去，赶紧一个赶紧来退后。虽然尾高王无继续甲因捉，也毋过考虑到安全，登山客决定退转去。一只高王坐伫咧步道，越头过来发现有人，遂冲过来。嫌影片的张先生行到赶紧，拄目裤，手机嘛险勒伫咧涂骹。虽然高王无继续解着，毋过伊大嘴开开，眼牙看现现，毋知是伫咧共吓惊，或者是伫咧吓戏。这段影片是查甫人伫咧塔塔加往大铁山方向的步道翕的。伊落尾发现高阵内底有高某带高仔囝，烦恼高王会继续甲伊攻击，所以决定落山。不要在他面前吃这个食物，再来就是不要跟他挑衅。因为如果挑衅的话，这个会造成一些冲突。有关处说明，最近塔塔加高山的数量有慢慢变侪车，和民众拄到机会嘛变侪。民众除了注意食物件爱收好势，唔通干吃，嘛莫干人，本色嘛会记得走落山。嗨，我是印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